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嘅福喜类呢个节目，今日啦大家来讨论嘛，个咧讨论大家身体方嘅手指甲。当然因为讲，昨天冇注意哦，因为手指甲嘅问题，昨天看出是感染嘅身體嘅問題，所以你今日要請到先生啦，大家來分享啦，討論一下。大家來分享你今日嘅先生，其實你按主講是在皮膚科嘅先生翁啟賢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恩主公医院皮膚科嘅先生王啟賢。真的哦，每次有像先生嚟到營養棚錄樣嘅時節，有冇？我都很受歡迎，有沒有？因為那個一公告嘅時節就有青島嘅人，我說先生你看一下，我要買問題，你看一下問題。先生真嘅嘅，佢平常時上班嘅時節清無閒，還會來錄樣，來錄樣嘅時節還不能放鬆，要繼續看。因為公告嘅時節還會看診，有冇？嗰啲語言強用吼。不過基本嘅討論嘅問題，其實吼大家真的其實會很怕，不過呢又會常常忽略，就是數字甲嘅問題。係咪數字甲其實都得看出有乜嘅問題？數字甲它會反映我們身體嘅健康嘅程度。它因為數會做很多事情，所以數字甲有模糊嘅問題，譬如講有感染，那種做模糊咧。摸東西或是摸臉都會互相傳染，而且親有意思嘅係乜嘅呢？青島嘅人係講佢嘅數字甲有問題嘅時節，大家一開始就會想，我去看乜嘅科，嚟談看下，到底去看乜嘅科咧？基本嘅有請到黃醫師嚟到亞片，當然就係去看皮膚科。佢說指甲的問題，係講你真嘅看先生，你就是看皮膚科就對了。對，手指我們叫皮膚的附屬器官。它是從角外胚層裡面長出來的，所以數指甲係看皮膚科。真嘅，數指甲旁邊嘅皮膚咪係看皮膚科。冇錯，故說你看，你喺樹嘅皮膚有問題，皮膚有問題就會看皮膚科。故說數指甲旁邊的皮膚有問題，皮膚科。那指甲咧，當然也係皮膚科咯哈。不過一開始哈，現場幫我們整理呢個，很完整咧，就會喺數指甲這裡看到你身體空間嘅問題。第一個。出現垂直皺褶，就是最多片人來看該，所以應該數指甲會那種像洗衣板那種。你說就是我們的指甲這樣一條一條垂直的線，像洗衣板這樣子，摸也會一點點皺褶，凹凸凸的。對，它這個其實它身體是沒有問題的，表示你該數指甲該指甲的含水量很辣的。你看小 baby， 小 baby 的指甲都清涼，還有金金，而且平平、彎彎，還有是平平，還有是清厚，表示佢嘅數指甲嘅含水量是充足的。嚇死我了！因為你看到我一開始的時間，我說先生，你看一下我的手指甲，你看它有一條一條，一條一條，先生講哎呀，你看我嘅，係咪？所以他接細數嘅人，他看片人都在細數，他接細數嘅人嘅數指甲嘅水分的含水量就會唔拉，就會還有一條一條，還有冇乜問題。還有鄉親朋友，你要早點看一下你嘅數指甲係沒有乜問題哈，第一就會出現平行的凹痕。對，這個我們就比較特別，波氏線。就是以前有一個波氏的醫生 Dr. Boss， 他發現的叫波氏線，所以有該腺炎、有該腸病毒，或是水痘會發燒，所以他應該片以後，該片該時間，你在身體大部分的能量都會去對付這個疾病，所以給他數指甲做模範嘞，模範就停下來，用禮拜2的片後嘞，指甲又再重新生長，中間就出現一個凹陷，所以你會發現腺炎、腸病毒或是水痘會發燒以後，一張煙給他數指甲就會看到橫的一條線，然後我媽又給該這個線往外長。就好了，長完了，剪掉了就好哈。還有就是白橫條，這個有哦，太陽有注意，你昨天看一下你的數指甲，還沒有啪啪嘅一條一條的在裡面，斷嘅。那就表示我們的指甲、數指甲周圍這個皮膚比較乾燥，或是有發炎，兩邊就會指甲該工廠。指甲是從這下面的皮膚長出來，所以兩邊該皮膚有問題以後，兩張煙發出來該指甲就會有泡泡該的線條，該張面膜麻油緊發出來甲貼之後呢，聽到目前為止還算安心哦，因為先生就會講抹油緊長出來之後再來就是指甲圓凸，感覺上它表面用背面嘅時間會圓凸，骨嘅指甲會用撲出來，就會特別聲音，大部分是有一些心臟或是肺臟的血液循環磨暗後該時間，除非張會有該問題。故所以注意哦，有可能，睇下你講係有可能，可以檢查一下，可以檢查一下。中央增這個就是
凹下去嘞，像汤匙一样，像我们喝汤的那个汤匙，它是往下凹的，大部分是有贫血啊，就是有一些缺铁性贫血或是地中海型贫血，你该指甲只会按用烂轮，就是拉爬稀，按用硬哈，指甲偏白，边缘有黑线。指甲有黑线是大家会特别要小心的，所以看起来叫图片。这个我们叫黑甲症。黑甲症，黑就是无色嘛，就指甲有一条无色该线条叫黑甲症。该原因就会该指甲该里头度有一个痣，像是皮肤的痣，下背该皮肤指甲里头度有一个痣，发出来该指甲就会按规条糊哈，所以用前皮肤看到嘅相片，每次都跟它好像是凹痕，其实嘅唔係凹痕，其实就是黑色的线底下。所以医师特别准备了一张照片，下面有一个尺，是因为镜头片影看到该糊就会烦恼，我们叫黑色素瘤。我们东方人黑色素瘤长在手跟脚的几率是比西方人来的高，所以你会用板检查，就会用一张尺，就用在你该指甲头前，你就比俩在肤色该线条的宽度，计发，有它发的有偏发，就会看医生。如果说量起来都是0.1或是0.3，6年3年都差不多，按用发，按用做某优给。故说胸型上讲的就会你就是先观察它，可是你就会有按用的方式去观察，黑公你发现它有慢慢变宽，对。哇，那就做唔得，可以看医生，然后不要只有看，要放一个度量衡在旁边，因为你看起越看你就越奇怪，越看就越不对劲，要有一个科学的数字。而且数据翕相要清缝片，就翕下来之后咧，你就第一个的颜色的色泽，有它沉掉的毛，有它浅掉的毛，有变色毛，有缝毛，它就是可以看得出它的变化。古说先时常讲的，黑公你有发现你嘅指甲有按用嘅问题，就会有黑黑的线条，真的要去注意，黑毛就先去给医生看，对不对？哈，人家不是前面讲的就抹嘛该相关，哈，等下有个问题。不过更多鸦片形态有特别公道，哈，这是黑指甲，还有一种叫做绿指甲，是绿色的，那这个就是医师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强是绿色的颜色，这个表示你该树指甲，你该皮肤有分开。分开以后，你色素嘛，它细菌切斗嘞，我们叫绿脓杆菌，对，它就是会有变成这样绿色的变化，这种就要特别小心，这个要特别注意，有些有该要点药水，有该要食药的，这样会真的，因为有时候其实公司才发，黑公你穿鞋子给时间，也还给贴痕哦，黑毛就会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到石头，对，指甲淤青，嘿啊，但那个不一样，是那叫指甲下出血，也会紫色的，对，然后变黑黑的，然后指甲就绿黄色，然后对，或者是你一直长，它就慢慢的对，其实走都头前对，可这个不一样哦，这个是有形常共位，就是有绿脓杆菌的感染哦，这个真的要注意哈。所以过重雄性培养黑公你有看到亚性，你都得注意哈，你的手指甲也是或者是脚指甲，黑面有按用给问题哈。不过动鸦片太卡就会吃到哈，因为形常连续讲了2个，一个是黑指甲，无色给，一个是强色给，就是绿指甲。不过其实一般给你太卡很容易听到的黑毛就会你看天是看公沟给时间，大家讲灰指甲，对，所以这个跟灰指甲的关系某用哦，灰指甲黑讲指甲叫指甲树指甲该霉菌的感染哦，所以一只是细菌，一只是霉菌哦，霉菌因为台湾嘅天气较湿，又按接落水，它湿嘅时间做慢的做害。时间太长，然后有些人会流脚汗，就代表湿，这种霉菌的感染的机会就会特别多，它就指甲就会感染，就会越来越喷，对，然后前面剪起来会粉粉的，对，这种就会特别生意，好恐怖哦！唔讲公司在发太假的时候，灰指甲形常有讲到，会按用给情况会得到。那绿指甲呢？绿指甲就是俺有讲该色素洗手，色素该皮肤该指甲分开，我们叫甲床剥离，细菌就会走进来流毒。可是如果所以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一般给你黑公你的手指甲跟你的甲床的肉并没有分开，那就不会有这个。哦，所以得到绿指甲的，就是你如果
那是天生会分开吗？还是就是为后天色素跟频率它太高，对，或者是有流手汗，是，或者因为应该做条路会刮疏漏哎，那种就特别容易，要特别注意，对不对？做吃个东西没给你没不会。做吃的，因为它比较常洗，对，比较常洗东西，这些都会有影响。泰嘎会有吃到吗？因为我们常常的那个卫教的知识，懂泰嘎的分享，就会你没事勤洗手，对不对？或者是说什么病从口入，对不对？你拿东西，不过紧不紧很轻体别通。王医生用大椎骨沟会不会吃到吗？就会其实洗手次数也不能过高，适度就做对嘞。因为色素跟时间，除非超过20%。你该梳指甲、该皮肤就会受到影响。不过公司才发现，你没那个特殊行业哈，要不要厨师或是什么？我吃都一天洗手20次，真的有一些抖呢，对不对？对啊。你一边手没按抖拜托嘛哈。基本上大家会讨论俩手指甲嘅问题，还有嘛个冻疮嘅问题，大家咧分享讨论聊下，等下就再讲。大强的王先生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指甲、修指甲、旧指甲嘅问题哈。我们上一段的节目其实同大家分享青豆、嘛个灰指甲、绿指甲、黑指甲嘅问题哈。公司采发可能有青豆嘅乡亲朋友，可能看电视这样提摆提到讲，哎呦，原来指甲很有暗用嘅问题哈。或者说那边有一张图哦，我们前面可能已经有讲到，不过这边要特别强调，指甲发黄，公司采发，指甲会看到。对啊，指甲变成黄色的话，青豆该片也是盐呐，原来会是盐哦。对啊，是盐，你这指甲就会变色。黑妹因为你拿着烟的关系，多少也有啊，尼古丁也有一点关系。所以那个发黄，因为你抽进去，从体内影响都挪不给指甲的发黄，都有所以有时盐应该片应该指甲有变色，就不是太严重。不过表示你会要戒烟了，都已经影响到指甲了，对身体的影响的层面已经它多嘞。对，另外一种就会狗该指甲油，该时节而记得。太深色的指甲油，红色的、深蓝色的、深黑色的，不用该梳指甲时间莫太久，莫按用擦2-3礼拜，1张嘢都莫洗天，按用就会指甲就会变色。你们记得讲指甲是不是也会呼吸？是，指甲是一个角质的堆积。可是硬硬的，可是硬是它里面的含水量比较少，跟它的细胞间接的关系，所以它的结构就像形成共它只是一个角质的，对，它是一个角质的堆积，好特别哦，很特别哦。所以你该擦该指甲油的时候，它会卡在我们的角质上面对，好，平常讲你擦指甲油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礼拜，怎么可能？一般你一擦就1整年呐，有没有？因为你擦红色的啊，然后你又一般色的时间温无色。然后要问其他给抢谁的时间，你就要整个擦掉，再换别的颜色啊。医生说不要超过2礼拜。杜亚片奉劝一下大家，还是要让它呼吸一下，对不对？有重要场合的时候漂亮一下，按钮就走等哈。指缘出现皮肤剥离，是不是这张图形上？是，哇，这个太厉害了，应该这个就是形上呆了一个图嘞。这剥离的很严重，这个我们叫甲床剥离。应该指甲是长在这个甲床上面，对，本来会黏该火该，有时间色素它多，还会你的工作会接触一些化学的药品，还是接触酒精，像护理人员有酒精，这种它的指甲跟甲床就会分开，分开以后，应该指甲就不会透明了，就看到哎呀啪啪，所以这个叫甲床剥离。那你看应该像。图片嘿，你看它指甲的周围该皮肤没磨完片孔嘞，指甲旁边该皮肤哎呦脱皮，有那个皮屑，就表示你该指甲会有缝隙，所以你洗漱该时间漱啦，洗水，然后还有碰的清洁剂会走流去，会发痒。好，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要减少接触水分的机会，抹就会。过后洗漱以后要裹东西，擦凡士林也可以，擦乳液也可以。是，那因为你该工作，如果会碰到特殊的状况，就做得挂手套，火敷一下。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叫指甲硬化剂，你就擦该指甲的保护的东西，像一层保护膜的当狗，然后面做的。那指甲硬化剂要去哪里买？指甲硬化剂可以在那个一般修护的那个指甲的用品店都可以买得到，它就是。
看起来跟指甲油差不多，他们擦松杯为一层保护的东西去保护你的指甲。在内长的美甲店里面，还有一种给产品叫做指缘油，嘿，给我们还可以用。哦，指缘油是油类的东西，给狗在旁边，对，狗在皮肤油好。含迄油泡，因为讲爱用较保湿。系啊，冇错。不过公司开发，因为就时常讲爱用玻璃，其实手会很痛哎。对啊，像俩寒天，变人工剥橘子都不能剥啊。对，那它就是要让它一直长出来，长新的，然后自己让它粘在一起，黑嘛。哦，因为有些人会看到嘛，就按用油嘛，就会意思就会讲你的指甲其实同你的皮肤里面是分开的。好，故说你岁数跟时间其实很刺激，而且就像经常讲诶，压很甜的时间你会剥橘子，你都没有，你的速度会痛，你的指甲就没办法都有实力这样。故说要真点会请注意哈。好，从泰甲来讲一下诶，所以其实经常讲青豆，我们按用。讲到按灸，泰甲就知道，其实颜色很重要。是，对哈，灰指甲就经常讲诶，变厚啦，好变脆也有。我们的指甲就爱讲爱摄影。cái指甲就按圆圆，有冇？你夹cái細型cái指甲叫做輕圓。一到細以後，你cái指甲cái水分就會磨拉，磨拉叫做會硬嘞。硬了，你夾cái指甲cái時間，它會很容易裂，就會有那種就是粗粗的這樣，會特別聲。好，那指甲周圍如果會痛，就表示有發炎嘞。應該發炎就講應該個指甲、手指甲旁邊cái皮膚會縫。會痛，會腫起來，然後就有個老人家講，佢個按輕下去，膿會從這個地方就出來，好嚴重，那個都是一個急性的甲溝炎，會特別顯影。不過說講到鴉片哈，大家有發現冇？其實指甲變厚，我們前一段有講到灰指甲，經常就會講，其實灰指甲其實就會，你昨天一本經常講CEO嘅，有沒有什麼是錯誤的處理灰指甲的方式？今日讀鴉片，聽出同大家來講一下誒。有個騙人來看灰指甲，佢用來講，個指甲。拔掉之後嘞，抽啊！英國的統計，拔10次，長出來還是灰指甲，很奇怪呢。因為哪個觀念沒係按用你想看啊？因為大家有青豆先生知道青豆嘅人有灰指甲嘅問題，還有青豆嘅老人家有灰指甲嘅問題，就會你看佢嘅腳，佢嘅腳骨嘅腳拇指，真的那個指甲就貼片盤，跟哪個上班係用誒，你就整個拔掉。俺沒講整個係佢綁體，但係一種拔掉，重新長過新的。不行，腳指甲會盤會有變化，表示你個指甲下背個皮膚已經感染，所以你指甲白鐵冇夠用嘅，哎呀唔會好，因為它的那個肉還是有，它的皮膚裡面還是有霉菌的，所以跟那個指甲並不是哦。那磨掉呢？磨掉也是一樣，你廢鐵個地縫，磨掉。還要擦藥，用張油耗。磨掉之後，個指甲它破掉誒，狗肉誒，個吸收會較好，所以用做得。不過不要磨到很薄，磨到你行路會痛，還會你拿東西用手會痛，用做做磨。對，那太不舒服了。對啊，適度就好了。所以同大家講一下，迄個你有灰指甲嘅問題，真嘅你就會狗肉嘅啦。係啊，希望有試藥嘅冇？有個試個藥嘅。啊，嚟講一下，就會用狗灰指甲嘅藥嘅有2種，一種係藥水，藥水叫做用。叫指甲就用冰滴藥水用滴下去，佢就會滲透到你的度。那如果是藥膏，就膏在皮膚落指甲，哎呦邊皮膚該部分吸收該藥嘅，就會去治療這個指甲。那你還有那一種自費該像指甲油那種抗霉菌藥，佢就膏在指甲當膏，所以膏在地方都冇空用，擦錯就不會好了。那色該藥嘅係好過最好該，唔過色該藥嘅是從肝臟代謝。所以如果他年紀他抖些該騙人，然後肝臟的機能冇按好該騙人，一般就不建議用吃的。還有上癮，所以又會追加3張嘢之後嘞，完全的好。所以就是看你該皮膚該情形。好，我講到鴉片，其實你會發現冇，因為什麼嘢好講啊，就會時常講嘅有冇？哎呀，一下都紅色嘅，而且時常請定一下，時常會講啊，cái膚色剛好看，哎，後上你就會知道好看。唔過你講每當你樹指甲控健康的問題，還會注意。其實也有人因為你家去做指甲，可能不小心會感染進痘印哦。對，有嗎？有。哦，對，所以他去。給醫生看，說醫生你看了，醫生說，你是不是有去做指甲？黑毛哦，指甲該第一個做指甲的器具，槍粒膜，抹槍粒，霉菌的感染跟細菌的感染機會也會增加。然後再來
做过指甲就底，对，最少要擦20-30种东西，就是一下又磨，一下磨，一下又弄，一下又磨，所以太多种东西，你的皮肤受不了，然后所以它过敏的机会特别多。然后再来，你该做该指甲都它虫虫啊，所以你要穿戴东西或是要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有时候很容易受伤。受伤之后，指甲跟皮肤分开，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加。那会得灰指甲吗？如果器具有。有还有空吗？因为你在指甲哎用空点地里都堵，有时候它里面的指甲已经长长了，或者是里面已经有霉菌感染，你就看嘛，你看到我不会讲，你都堵烂腿都唔低啊。真紧哈，其实真紧，根本你同大家分享有些东西，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是小地方？不过其实从细细嘅地方，有可能变太大嘅问题，才会特别提醒大家哈。不过广东鸦片欣赏讲去做指甲，唔可以讲鼓励大家做唔得去，唔可以按用意思，就会讲你去嘅时间，你做得去套。你他信任的店家，对，你知道，家店家又按有清腔力，黑公你看几哈，同你见给指甲的时候都没有换，有没有？然后又没有洗，啊有某些你就会特别的注意。不过欣赏讲的迄真紧，像俺就按有个经验。俺没感染啊，俺白天你黑公去做指甲，然后因为久了那个指甲会变脆弱，就会它容易断裂。对，一断裂你要知道讲他妈该胎问题，可是一断裂公司才发现。我妈缝片啊，你就会知道某缝片，然后手指又会痛，对，然后手指痛的时候可能又开始洗手什么的，就越裂越厉害。或者说其实同胎感的讲 S A 就会做美甲可能造成的伤害，胎感会注意。好，这是特别提醒的。还有当然去光水要注意。就指甲油勾下去就会洗贴没，洗贴不要洗得太频繁，然后用的量不要太多，而注意指甲很硬，皮肤很软，所以你在做边边的时候，最好拿棉花棒沾去光水，它仔细的洗之后嘞，做唔得按紧皮肤按去去伤害到，按就会缝会发炎。嘿，不过唐先生按我讲泰卡就会吃豆麦问题，就是其实王医师是很温柔的轻温柔的意思，你要轻轻的。我觉得因为泰卡都某些注意讲，其实它真的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我们都比较粗鲁的去报复油嘛，还有嘛该注意聊下，等下早上再讲。对，你个上团节目其实有讲到哈，如果你要用去光水，用去光水跟世界，就是欣常这边有特别提到，要赶快洗手，上保养品，还要温柔给对待你的数值，改造做的。该去光水其实是一种化学的药剂，它会把我们的指甲油溶解。所以佢咩会溶解属指甲旁边嘅皮肤，所以应该注意，用嘅时就会生意，用好以后就洗漱啊，狗如意，然后去光水的来源要选择，不要选择标示不明的东西。黑某就买个一罐5K 5元的，可能中间啊，对，还因为黑公你真点，因为。还是有时候女生爱漂亮啊，有没有爱讲啊，所以还是会擦指甲油。可是有时候擦起来有一点味道，还是要注意一下。变质的话就不要再使用了。对，然后如果变干变质，真的就欣赏讲就不要使用了。不过呢，基本呢，讲到鸦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会同大家的问一下，什么问题呢？欣赏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喜欢熬嘅树指甲。对啊。熬树指甲其实看起来冇乜问题，不过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对不对？我有一只片影，妈妈吐了，看个摄影，伊讲这摄影一年级了，7、8岁了，所以到现在都不是用剪指甲，你做经用熬该，熬都唔是夹指甲。不是剪的。然后摄影咬指甲有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就是我们叫口欲期。你看树会冰到嘴巴里面，它就有一点安全感，然后佢就会咬几个指甲，所以青头摄影紧张该时间，考试唔可以下该时间，佢在数珠，你就会咬指甲，咬指甲，爸爸妈妈就会骂佢，骂佢就更紧张，对，然后又再继续这样子，好，所以咬指甲第一个。注意抹埋呛力没？我们说病从口入，刚刚主持人有讲，你的手上可能有沾很多细菌，所以你咬该指甲该时间，树指甲该皮肤没有可能切到细菌，然后也有可能吃进去一些细菌，所以指甲的甲沟就会发炎。好，那指甲会因为你用咬该就抹埋平，所以它指甲长的状况就不会清厚，有些就会容易
砍在里面，是就清通会风发炎。然后再来就是树枝嘎旁边跟皮肤有松后，它就容易感染病毒疣。病毒疣，对，病毒疣是一种我们叫人类乳突病毒接触的感染。这我有听过，我有听过这一句话。可是我真给你底买东西，我真的知道人类乳突病毒。有人讲稀烂车，有人爱用讲，再来它这个会感染，你就咬在你的嘴巴，嘴巴也会长。哈，嘴唇的旁边或是嘴巴旁边，它看起来是像疱疹那样吗？疱疹是水泡，病毒疣会一颗硬硬的、凸凸的，又不是像青春痘那样，又没青春痘那样。哦，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人去看皮肤科，去看旁边那样的东西，有可能是因为他咬指甲，然后给树指甲给问题。哦，对，那然后就是我们说汗疱疹，汗疱疹就会有讲树。洗水它多，还是洗清洁剂它多？应该树就会从洗泡按用，一泡一泡一泡。会不会痛吗？不会痛，会害，会浸用。我好像有我知道我给神明给营养低度，好像我有按用给营养。大部分就是洗树它多该时节，或是季节换季的时候，永远就会有。我有。按熬指甲跟你汗疱疹的比例也会比较高，因为我们的口水也是一种水，而且口水也是里面有一些酵素。会去分解我们的皮肤，所以它汗疱疹的几率被它抖的会。我有一个经验值，就会我的这一只手指甲的这边有一天，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因为你抠一下，怎么有一个小泡泡，然后很痒，然后我还去刺它。然后你就不行，一定会被王医师骂，你还去刺它，只要没有刺破就还好了。你们一就不会痛啊，像买东西按用了就刺一次，不过很快就好了。对，一般大概5天到1个礼拜，也没有牙牙某清严重跟引住它好就它脚就会好了。不过牙牙冇够油的哦。嘿啊，这个会好。不过有的状况比较多或是比较严重，其实会烂掉。按用就重的，这样就重的。对，那再来就是牙齿，因为指甲轻安。所以有些人用牙齿去咬，牙龈也会受伤，所以这个都要特别小心。对，因为咬在指甲就不会轻平，不会轻平在时间牙龈很柔软，它就会受伤。先生，你按到给门诊低度有没有人家去看你给你，就是同你本你看给偏你，其实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是咬指甲的问题引发什么样很严重的问题？这说全部都有。好，全部都有看过。那你跟他们讲说，其实是因为你可能有咬给树指甲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是因为咬指甲引发的问题。对啊，庆多伊唔提供咬指甲没有按到问题，他麻烦就会摄影咬指甲，太因为骂己。然后摄影俩又不树指甲跟旁边的皮肤又不平嘞，要看医生就更不得了，被骂得更惨。对，因为妈妈会讲有冇，哎呀，爱看你就妈妈敌你会咬给树指甲，他已经不喜欢了，对不对？他就骂你，不过他唔敌你旁边是因为你扣呢，是因为你咬指甲给问题。告诉一看欣赏给时间欣赏说，哎呀，你这是咬指甲，妈妈又更生气。没错，那更生气，摄影又抹分气，然后压力又更大，就咬更多。是，所以有时候它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有时间还看摄影咬指甲，看好以后还会抢摄影出去，让妈妈讲一下。所以医师其实唔但讲去看皮肤片，还有心理咨商，是吗？跟你们同妈妈一样讲哦。我同妈妈讲，你要看一下摄影咬指甲嘅时间，迄唔係特别紧张嘅时间，迄唔係唔骂己嘅时间，就他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反射性的动作出来。如果黑暗用嘅情形，你会注意你指甲没有改变，对，你会关心这来摄影，唔係去骂己。骂你不会解决问题嘛？那没弄摄影工，摄影它太低度事情，没弄起工，然后指甲氧气不好，会切到细菌，会有一些后续的感染，所以你下狗有人就做唔得熬了哦。不过就欣赏工诶，会不会是一种不自主的行为？是，不过你下弄摄影膏，摄影它太低的工是糖油，很爱弄起工，特别紧张的时间，数字不用在下背。深呼吸一下，让你的情绪稍微缓解一下。可那代表他要有那个自觉耶，是要有自觉。有冇？因为他有时候咬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感觉，你冇爱用给感觉。爱用是很不会好。黑公熊喜常讲，你有自觉，你要咬的时候放下。是，对。爱用就会好好的。好，因为喜常有讲呢，那是喜常讲是什么期？是一个像口欲期这样子。可是因为一般来讲，口欲期是他 C 个 C 音。C 个时间。我喜常分享给已经是念书了，国小的。
孩子，有时候还会有还是会有按用嘅问题。其实平常讲，我就有回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问题。我完全没有咬指甲的习惯，老问题。可是有时候搞不好，压力很大，或者想事情的时候会稍微咬一下手指，说，好像也是不好的习惯，因为可能你的手会。也是会受伤，按强力呀，也会疏松。故说要真紧哈，我们今天从来都没有想过咬指甲可能造成的问题。统计偶牙某 Q， 偶牙只是一个好玩嘛，它就是乱咬，对不对？哈，那不过醒常讲，可能还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问题。所以其实可以请这个醒常的世界，还可以同时做一下心理咨商哈。所以是王医师心理咨商。节目的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哈，保护指甲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要啦，一定要保护。梳是一个很辛苦的器官，可能。烘虫以后，鼠会做很多事情，会洗面，会洗嘴，会洗脚，还要泡温泉、洗神，所以我们的手要好好的保护哈。做家事的时候要戴手套，你下混田多了，你下洗吹洗米嘛，它混开时间会戴护手套保护它。那指甲油如果说可以擦一点，刚刚主持人说的甲原油，好，那再来避免不要剪成太尖细的形状，会增加受伤的，是怕受伤，怕受伤的，然后指甲的上皮的周围的皮肤，它都是一个保护的东西，不要硬把它去除掉。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很多给雄性朋友，因为你去修指甲的时候，它传统给他都一直帮你紧推到你上面那边就是有没有皮了？对，好像感觉上这个指缘都要剥落了哈。勇气唔好，紧推有几个目的，指甲看起来它太美。可是你就会知道要指缘要边才知道被疏松哈。比如说是不是你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先进的，它其实就是用那种比较高级的技去磨皮就好诶。唔可以用紧推机。哎呦，阿伯妹啊，迄传统的修指甲会紧吞哦，该要请注意哦吼。然后旧指甲就会注意不要穿太紧，会压迫脚趾头的鞋子。哦，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会特别建议。糖尿病应该骗你，他的神经的感觉没有那么敏感，有时有点小小破皮，给妹唔低，就是周边血管的问题，周边血管跟神经。我曾经穿过太紧的鞋子，回到家发现拇指有一点点小淤青。可是我就不敢再穿，因为是有些通哎。不过就经常讲，黑公有糖尿跟问题，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都要特别小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指甲的营养素有一个叫维他命 H，叫 biotin， 它对指甲的强化是有帮忙的。哦，还可以做点去买来吃，做点买来吃啊。手指甲的修护液或是甲原油都是一种保护。超好，古说哈，基本其实我觉得俺比太家给感受很我的收获很大，因为基本收获最大，你要不要咬指甲？其实指甲是要很温柔的对待它。对不对？哈，不是想说修行欣赏公你烘虫给时间，每个事情都依赖它，对不对？会过负了。对啊，你有洗碗的时候没戴手套，那清洁剂就在你的手上。哈，你洗你的碗也一起在洗你的手。哈，按用给问题，我太赶快注意哈。希望呢，雄性朋友根本你看，根本你给指甲给树脂感给问题收获很大。故作第二篇非常谢谢王医师，谢谢。好，雄性朋友天天哈喽来做认同了。